阮的日子今仔日福阮。食饭的时阵，咱用感谢的心来谈这滋味，体验上帝所授予的食物的水，而且学习献上感谢来学了上帝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因为了赦是互家己对这个捆绑中间得到逃亡的一项真重要的操练。因为人甲人的冲突往往毋是啥物人对，啥物人毋对，往往是看的角度无共款，立场无共款。第三个是无伫带阮入伫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上帝应允咱，当咱亲近伊的时阵，伊就亲近咱。咱甲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咱就有智慧去面对咱人生所有的试炼甲挑战。